手指肌力係一個重要嘅基礎能力，好多自理活動都需要有足夠嘅手指力先至能夠完成。例如我哋着衫嘅時候要用力先至捉得緊粒紐同埋拉鏈頭。手指嘅肌力喺日後都會影響寫字能力，例如執筆嘅姿勢、寫字力度控制等等。雙手協調係需要左右腦作出良好嘅溝通，操控兩邊嘅身體做出順暢嘅動作，去完成同一個活動。其中一種協調係用兩隻手喺同一時間作出互補嘅動作，例如一隻手寫緊字，另一隻手撳實張紙。另外一種協調係雙手作出有節奏嘅交替動作，例如用兩隻手扭動個螺絲批。要訓練頭先提及嘅能力，可以用呢一款教具。唔同顏色嘅治療膠有唔同嘅硬度，職業治療師會為學生選擇合適硬度嘅治療膠。佢有幾種唔同嘅玩法，分別牽涉唔同嘅能力範疇。家長首先準備5粒嘅膠粒或者積木，將佢撈入去治療膠入面。學生要透過拉開治療膠，將所有嘅物件揾出嚟，並且數齊數量。首先將治療膠碌成長條，打直放好。然後用前面兩隻手指慢慢捲起膠條，成為車胎嘅形狀。